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6月7日沙田黃昏馬星期日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6:00，重心精選係第5、第7同第8場。第一場泥地18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風起雲湧，佢呢個田泰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智醒大將，佢呢個艾少禮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11號香港精神，佢呢個梁家俊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。同埋4號大利好運，佢呢個布文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。第二場14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信善寶，佢呢個莫雷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4號紅黃繽紛，佢呢個巴道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第二匹8號東方寶寶，佢呢個艾少禮成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。同埋5號始終如一，佢呢個潘頓成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第三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心心星，佢呢個莫雷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天天更好，佢呢個巴道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。第二匹5號電子騰飛，佢呢個布浩榮成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同埋2號之父，佢呢個潘頓成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。第四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3號實力加，佢呢個奧爾文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3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99為君，佢呢個鍾奕禮成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二匹14號挺秀宏利，佢呢個巴道成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同埋2號龍城強將，佢呢個田泰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。第五場泥地18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1號午夜快車，佢呢個田泰安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精明選擇，佢呢個霍雲星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。第二匹10號艾利奧，佢呢個袁幸堯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5號精彩動力，佢呢個莫雷拉成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第六場16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愛心波，佢呢個奧爾文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部族高手，佢呢個周俊樂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第二匹10號捷威，佢呢個何澤堯成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同埋2號睿智多寶，佢呢個潘頓成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七場1200米4班賽事，
我係揀嘅馬膽係5號明德輝煌，佢呢個元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小魔怪，佢呢個梁家俊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第2匹9號憑得佳備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同埋8號應龍飛影，佢呢個艾少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8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2號好好戀愛，佢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金金小子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2匹12號幸運堂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2次第3。同埋4號團結勇士，佢呢個梁家俊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。第9場1002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12號辣得準，佢呢個艾少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撳住贏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第2匹11號富國兄弟，佢呢個蔡明少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。同埋4號星月飛雲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10場1002米2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2號勁進輝煌，佢呢個布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2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喜慶寶，佢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3次第1。第2匹3號維港智能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同埋9號威利金戰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3。第11場1004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3號一世美麗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2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超輕鬆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2匹4號傑出雷霆，佢呢個何澤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同埋5號自動自覺，佢呢個元幸堯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3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